经过一冬外的努力，透过教育局各学校的行政团队，和台南市学校伫今年热天以前，拢会当如期如期来打到每一班拢有冷气。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冷气的使用袂阁以月份来规范，只要室内温度达到28度，就会当来开冷气。电费的部分嘛，由政府来负担。那有一些详细的使用规定在这边也做一个说明啦哈。那包括我们学校在使用上有一个新攻略第一个学校还是必须有一些对角线如果在下课之后，对角线的窗户必须打开15公分。那这个部分是为了避免说长期在吹冷气之下那可能孩子下课之后还是要有一些活动的一个时间点。那第二部分就是学校在省电部分，同时可以用电风扇或循环扇打开让这个对流的部分更加明显。除了室内温度规范以外，若是外口伤吵，或者是空气的品质 AQI 关于红色的警示，嘛拢会当使用冷气。为着要保持空气的流通，伫咧下课的期间，爱甲冷气调为送风，嘛爱甲教室对角窗门开15公分，来保持空气的对流。除了这个装冷气能够吹以外，我们也装设了 EMS 的控制，来让这一个节能减碳这一个系统能够启用。那这个 EMS 是要用来控制这个电源的管理包括这个冷气本身的温度的控制。那还有就是它会有面板可以显示这一个目前用电的状况，这也是能源教育的一环。这摆冷气的装饰，公部来推动校园能源管理的系统 EMS。透过这个系统的便利性，会当帮助到各学校的管理用电，降低无必要的电费支出，并透过面板会当让学生随时来注意到学校的用电资讯。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